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阅文七香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篇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社论，标题是这样写的：客家人请做九官鸟，切莫去做模仿鸟。听起来很有画面，对吧？这其实不单单是在讲客家话，它更是在谈语言、身份，还有一个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的现象，叫做语言自我消音。好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。大家看看荧幕上这句话。我是客家人，但我不会说客家话。你听到这句话，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是不是心里会咯噔一下？但你知道吗？根据这篇社论的观察，这句话现在是越来越常听到了。而且很多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个态度是很自然的，理所当然的，好像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这一定是年轻一辈的问题吧？这篇社论点出一个更让人担心的点哦，就是讲这句话的，很多时候反而还听得懂，甚至小时候还会说的中生代。这不就代表问题的根本不是不会说，而是他们选择不说，对吧？所以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概念，叫做语言自我消音。重点来咯，这不是说有谁来强迫你，不准你讲哦，完全不是。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己选择的退让。也正因为它是自愿的、安静的，所以它才更难被发现，而且影响可能也更深远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有人自愿放弃自己的母语呢？这篇社论就用了一个超贴切但又有点让人难过的比喻，也就是模仿鸟的悲剧，来跟我们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想想看哦，这些理由其实都听起来超合理的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在社交场合讲国语好像比较体面，比较安全嘛。再来跟朋友 hang out 讲台语，感觉更亲切，更容易打成一片。然后一想到孩子的未来，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学英文啊，要有国际竞争力嘛。结果呢，客家话就在这些好像也没错的选择里面，一步一步的就被放到旁边去了。老实说，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？为了方便，为了融入，就先选择了另一种语言。这就是这篇文章最精彩的比喻了。两种鸟，你看左边这个模仿鸟，哇，它超聪明的，学什么像什么。但悲剧的是，它学到最后，竟然忘了自己原本是怎么唱歌的。但你看另一边的九官鸟，它也会学别人讲话，对不对？可是它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原本的声音，它还是会用自己的方式跟同伴沟通。所以变成模仿鸟的代价是什么？真的很大。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生存，为了方便，但久了就变成一种习惯。然后呢，讲自己的母语反而会觉得，好像怪怪的，甚至有点不好意思。这就不只是语言不见了这么简单，而是整个族群的认同感被一点一点地挖空了。最后，母语就变成一种表演，只有在特殊场合才会出现，平常生活中根本听不到。好，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沈重，但还好，这篇文章没有停在这里，它给了我们另一条路，一个充满智慧的选择。而这个智慧的代表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另一种鸟——九官鸟。你看这句话，模仿是一种能力，回到自身则是一种本能。哇，这句话真的讲得太好了！九官鸟的智慧就在这里，它们当然可以学新的东西，去适应环境，这是一种能力。可是它们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是谁，跟自己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们还是用自己的声音沟通，这是一种本能。能力跟本能这之间的差别真的非常非常关键。所以说到底，语言到底是什么？它真的不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而已。你想想，每一句话里面都藏着我们祖先的记忆、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历史，还有一个族群的尊严。所以当一个语言不见了，不见得真的不只是一些字而已，而是我们跟过去、跟自己文化根源的连结就这样断掉了。好，所以讲到这里，这篇文章其实就要我们做一个选择。
一个关于能力也关于尊严的选择。这篇文章把整个问题的框架换了一个角度来看。你看哦，你会说别人的语言，不管是国语、台语还是英文，这代表你很有能力，这当然很棒，值得鼓励。但是你愿不愿意说自己的语言，这件事关乎的是你的尊严。所以这从来不是叫你二选一，不是说学了别的就要丢掉自己的，不是，而是你的母语是你身为你自己的那个根本。所以最后又回到了这篇文章的标题，这个最直接也最有力的呼吁：客家人请做九官鸟，切莫去做模仿鸟。我想这句话其实不只是对客家朋友说的，不管我们的背景是什么，这都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，对吧？所以今天聊了这么多，最后也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。在我们努力学习各种新事物，去适应这个世界的同时，我们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声音是什么？而我们又该怎么去守护它呢？这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想一想。好，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，也觉得很有启发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最重要的，把它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听见这个故事。我们下次见喽。